佢曾係香港一名普通阿 Sir，一家4口住喺40平方嘅公屋入邊。2021年，佢帶住全家移居內地，一家人嘅生活成本亦都從40-50萬降到為20萬。好似佢咁樣嘅香港人已近有10萬人次。呢度點解正成為越嚟越多香港人安家嘅新選擇呢？警察都45歲就退休噶啦，因為咧工作壓力比較大啦，又要輪班啦，然後每個月咧仲有大概1-2萬蚊嘅補助咁咯，傷風感冒都要2000幾蚊港幣添啊！林 Sir 啊，好多 fans 咧都係喺網上度見過你啦。係啊，咁咧係唔知你以前嘅背景嘅係嘛？你以前咧係做警察嘅。冇錯啊。咁我咧就細個嘅時間就入咗警校，跟住咧就做咗幾年警察啦。我哋呢一個年紀嘅人咧，其實咧就45歲就可以退休嘅。咁我身邊有好多同事咧都45歲就退休噶啦，因為咧工作壓力比較大啦，又要輪班啦。45歲啊，真係比一般嘅香港人咧早退休好多喎。係㗎，咁啊，佢哋退休嘅時間咧，就大家會攞到100萬到200萬嘅一次過退休金，然後每個月咧仲有大概1-2萬蚊嘅補助咁咯。100萬啊！喺香港，喺香港連個廁所都買唔起嘅，真係。咁啊，但係咧即係你話喺香港，我哋有呢一筆退休金咧，過生活咧就真係有啲掹掹緊啦。咁你啲同事點算啊？咁有好多紀律部隊嘅同事咧，退休前咧都係住政府宿舍嘅。咁政府宿舍大概都有60方嘅喎。咁但係一退休咧，就要將個宿舍咧就交還俾政府，然後咧就換一個公屋。咁公屋咧得返20零平方，咁啊真係落差好大嘅。20平，2公婆住啊，又真係好逼喎。係㗎，咁所以我身邊就好多朋友開始諗啦，咁不如去大灣區買樓改善生活啦。咁包括我自己，2021年咧就已經決定咗咧嚟到內地定居咯。哦，咁你啱啱話定居內地啦。咁係乜嘢令你落定呢個決心呢？因為我知道啦，好多香港人咧都想北上啊，但係咧就係驚唔習慣。嗱，最大嘅原因咧就係性價比啦。喺香港一個月開支起碼都3-4萬，都係個普通人嘅生活。但喺內地8000蚊已經住得好舒服啦。3-4萬啊，真係差咁遠咩？係啊，嗱，你聽我慢慢講。嗱，以前咧，我哋一家4口咧住喺40平方，咁而家我個客廳都有40平啦，同埋咧仲有個女去自有自己嘅一個獨立嘅房間。40平啊，即係等於你以前成間屋噶咯喎。係㗎，嗱，你知唔知啊？而家喺港珠澳大橋開通咗之後咧，咁由香港揸車過嚟都係個幾鐘，比以前我哋喺屯門要出去香港島可能仲要快添。1個鐘啊！嗱，我有個朋友住新界㗎啦，佢話出中環啊都係個幾鐘頭啊。係啊，而且珠海講粵語嘅人咧就比較多，唔學得好似深圳咁，大部分人都講普通話。係啊，仲有呢度咧都係食粵菜、講粵語嚇，生活習慣咧同香港真係接近90成嘅，咁啊完全冇陌生感。呢點啊真係好重要喎，因為咧好多香港人咧驚咧就驚溝通唔到。係啊，最緊要嘅咧就係港車北上。嗱，養車成本咧就真係差好遠啦。香港一個固定車位3-4千蚊，喺呢一度幾百蚊搞掂，同埋香港嘅油費1000幾蚊一缸，呢一度300幾蚊。由3-4千變幾百，又真係可以慳得出咧好多餐飯喎。係㗎，所以而家咧已經有近10萬嘅港人嚟咗廣東定居㗎啦。以前咧就買樓做投資，而家咧好多人咧就買嚟自己住，又或者週末要嚟度假。10萬人啊，咁多又真係估唔到喎。嗱，諗翻以前咧，我因為屋企太細啦，未到假期就諗緊去邊度旅行，成日飛就好少留喺屋企嘅。咁但係到咗內地生活之後咧，因為間屋太舒服啦，有時都唔想出街添。即係由成日想出去咧，變成唔想出門，呢個轉變真係好大啊！係啊，而且我一家人嘅生活成本由40-50萬降到20萬，我屋企人成日都同我講，我哋係冇揀錯地方㗎。20萬啊！哇，喺香港咧租金都唔止啦。嗱，喺香港最低嘅生活費咧都要20萬一年。
200萬其實先夠10年使，但係呢度啲錢真係好使好多。嗱，停車費香港30蚊變成呢邊5蚊，電費2000蚊一個月變成呢度200零蚊。兩個人出街食飯，香港起碼都要500-600，呢邊200零蚊就搞掂啦。200蚊啊，食到咩先？4餸1湯，有魚有肉，仲有得找啊！而且喺內地嘅服務業呢，服務又好，價錢又平。疫情3年之後呢，內地嘅公共設施、科技、服務業一直喺度進步。咁醫療方面呢，嗱，呢個係好多咧香港長者最擔心嘅嘢嚟㗎。係啊，嗱，講起醫療呢，真係要讚嘅。香港嘅政府醫院呢，急性腸胃炎都要等8個鐘啊，先睇到醫生啊。然後做嗰啲影像檢查啊、眼科手術，分分鐘排期超過1年添。私家醫院呢就會快啲，但係好貴。睇個夜晚黑嘅急診，傷風感冒都要2000幾蚊港幣添啊。8個鐘啊，咁咪真係由普通病變成重病咯喎！嗱，喺內地咧，港澳居民咧仲可以參加城鄉居民醫療保險添，咁啊攞到居住證就可以申請啦。門診都有報銷㗎，咁啊住院報銷咧去到80%。我之前咧都係交咗幾百蚊就可以享受到2000幾蚊嘅門診保障添，同時有80%嘅住院報銷。幾百蚊保1年啊，又真係好抵喎。係啊，嗱，所以好多香港朋友都咁講，呢一度咧就有雙重保障。香港嘅公立醫院咧照樣排期，內地嘅醫療咧就做後盾。咁你由警察到房產經紀人啦，呢個轉型咧都幾大喎。點解你會諗到做呢一行嘅咧？其實我退咗役之後咧，我加入咗一間集團公司，咁啊跟住集團公司發展咧，我後期咧就係做房地產項目嘅，咁我就負責成個項目嘅銷售。咁啊跟住我2019年嘅時間有一個叫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布咗，咁然後我身邊好多警察嘅朋友都問我，喂，羅賓，而家大灣區講得咁好，有冇咩城市推薦先？朋友信你，因為你係自己人啊嘛。係啊，就係咁樣一個跟一個，我開始咧就帶佢哋過嚟睇樓，然後慢慢咧就自己做埋中介添。咁啊，我有一個優勢嘅，因為本身係香港人啊嘛，咁我又熟內地嘅市場，咁啊香港朋友信我啦，然後內地嘅開發商又覺得我專業喎，咁我做呢個橋梁咧就啱啱好啦。即係港人幫港人，呢點好重要啊！係啊，咁啊至於自媒體咧，我一開始咧就係諗住點樣分享自己嘅生活啦，拍下點樣適應內地啊，點樣買餸啊，點樣辦證啊，點知有好多人咧都感興趣喎，咁我就係咁樣慢慢系統化，就開始拍埋樓盤添，再講埋政策。哦，所以咧你就由呢個咧羅賓 Sir 就變成房產 Sir 啦。係啊，冇錯。嗱，而家我最開心嘅係幫到好多香港朋友實現咗上車夢，因為有啲香港朋友住足一世公屋，喺呢一度終於可以實現到有自己嘅家，呢一種滿足感啊，有時仲強烈過我以前做警察捉到賊啊！咁幫人圓夢咧，又真係好有意義嘅。咁你帶過咁多客戶睇過咁多樓盤啊，咁邊一隻樓盤咧係你啲客戶反應係特別強烈嘅咧？即係嗰啲咧，哇，就係佢啦呢隻。我做過警察，又去過日本留學。咁我返到香港之後咧，我入咗一間集團公司啦，然後咧又派咗嚟內地工作。咁我之後又返咗香港，又做過一段時間嘅房地產。咁我從業咗幾年之後咧，我就帶咗好多客人就過嚟呢邊睇樓。咁慢慢我發覺咧，其實咧有幾樣嘢咧係佢哋好在意嘅。第一，性價比高唔高啦，交通方唔方便啦，醫療有冇保障，居住空間究竟夠唔夠大，仲有最重要嘅嘢就係喺呢一度咧住落究竟會唔會開心，夠唔夠舒服。嗱，呢2年我帶過咁多客，睇過咁多樓盤，華發今灣府俾我嘅印象真係最深嘅。咁嗰日咧，我一入去個大門咧就已經好有氣勢。行入到去嗰個生活館裏面嘅配套設施，再睇埋個樣板間，真係覺得，咦？呢個就係我想推薦俾香港朋友嘅樓盤。走，我帶你去睇下。好。嗱，你睇下呢一個環島落客區，呢度啲石材
呢度嗰啲燈光，成個高級酒店咁嘅樣啊！有好多朋友一嚟到係咁影相打卡㗎，係嘛？大家都話呢一個位置睇嚟就好似香港嘅半山豪宅咁樣。睇落咧又真係幾靚喎，翻屋企啊，好似翻酒店咁啊！係啊，我成日都同大家講，香港人咁緊張生活，而家翻到嚟屋企咧就一定要有歸家嘅感覺。呢一個大門口咧就好有儀式感嘅。講得啱啦！咁除咗呢個大門咧，仲有冇啲咩特別咧？我哋又去睇下恒溫泳池、健身房、星空會客廳。呢個生活館都幾好喎。係啊，呢一個恒溫泳池嚟㗎，冬天都可以喺度游水。啊，香港啊，如果去公眾泳池游水，好似逼沙甸魚咁嘅。呢一度一落樓就有得游，幾好啊！係啊，落樓咧就有得游水，哇！咁真係好方便好多啊！係㗎。我有個客戶啊，佢退咗休之後，成日屈埋喺屋企睇電視，結果搞到個身體都差晒。結果嚟到呢一度一睇到咁靚嘅生活館，佢真係話：哇！呢一度可以俾到佢健康，佢話用錢都買唔到㗎。買健康講得真係好啦。係啊，我哋不如上樣板間睇下。好啊。彤彤啊，你睇下呢個客廳，差唔多有40個方㗎。嗯，我香港以前間屋企啊，先得40方，即係將我香港屋企擺咗落嚟呢個客廳㗎啦。真係好大喎，擺張乒乓波台都得啊！你諗下，週末一家人坐喺度睇電視、食飯、傾偈，唔使逼埋一齊。個女可以喺客廳玩，大人可以喺梳化休息，呢啲先至係生活啊嘛！講得啱，空間大咧，真係做咩都得㗎。而且呢一度咧就唔使裝修咁麻煩，中央空調、洗碗機、涼伯、智能門鎖、交樓標準已經全部包晒。香港人咧就最怕裝修噶啦，又貴又煩，仲要請假翻嚟睇住。而家呢一度咧就基本上裝修好晒，買啲家私入嚟就住得啦。咁啊真係好啱晒嗰啲咧怕麻煩嘅人啦。係㗎。仲有一樣嘢，我哋香港朋友咧好注重自己嘅鄰居嘅。咁喺呢一度咧有好多住咗公務員啊、醫生啊同埋老師嘅。咁即係可以同局長做鄰居喎。冇錯啊！我有一個警察嘅客戶同我講，佢以前喺香港咧就同局長開會，嚟到呢一度同局長做埋鄰居添。咁就升咗喎。係啊。咁周邊個配套如何啊？呢度旁邊咧就係華發商都啦，有3個太古城咁大㗎，而且咧消費仲要平啲。 3個太古城咁大啊？係啊，喺香港我哋行一日起碼都花2-3千蚊，但係呢一度咧500-600蚊就可以搞掂，而且買嘅仲多咗添。哇，500-600蚊可以買得多啲嘢，咁真係要親身試下先得啦。而且我話你知，香港同埋金灣呢一度嗰個直通巴咧都已經開通咗啦。咁喺華發商都呢度都有站點㗎。咁真係越嚟越方便咯喎！以後話香港到金灣啦，瞓啲覺就到啦。係㗎，而且中心湖公園、市民中心同埋圖書館，我哋行路都可以行到。我哋朝早好多業主咧都去嗰度散步同埋跑步嘅。咁又係啊！喺香港咧，真係好難咧話會有咁大個公園嘅。醫療都係大家最關心嘅問題。廣東省人民醫院、珠海醫院揸車好快就到。好方便喎。係啊，而且金灣市民中心咧就喺呢度附近，辦居住證啦、醫保、車牌，全部一棟樓搞掂晒。大家一睇完周邊嗰啲配套咧，都會心喐喐嘅。跟住我帶埋入樣板間咧，10個有9個都會哇一聲啊！聽你咁講咧，即係我覺得金灣府咧唔淨止係賣樓啊，賣嘅咧係一種咧香港人向往嘅嗰種生活啊。係啊，我成日都同客戶講，如果你1-2千萬喺香港，可能只可以買到個殼，但係100-200萬喺呢一度係買到嘅係生活，同埋可以買到尊嚴、未來同埋空間感。 100-200萬啊，喺香港咧又真係做唔到啲咩啊！
咁除咗硬件咧，你個人最大嘅感受係咩咧？呢度咧，我最大嘅感受咧就係嗰個節奏真係好慢咗落嚟。喺香港咧就好頻撲嘅，逼車啦、湊細路啦、返工啦，即係你個日常節奏係好急促嘅。但係呢一度咧，你真真正正可以咧係慢慢享受生活。咁啊可以散下步啊，行下公園啊，然後同屋企人坐下咖啡廳，慢慢嘆下都得。呢一種生活方式咧，真係用錢都買唔到嘅。講得好啊！生活咧唔應該淨係得生存噶嘛。咁你覺得咧邊啲人最適合呢度啊？退休人士係最適合啦，係嘛？因為咧大家有退休金啦，再加埋啲積蓄啦，喺呢一度買樓咧就比較輕鬆嘅。咁啊，就算你話要月供都好啦，分分鐘仲平過香港交租添。哇，抵喎，真係！咁我覺得咧，有時過嚟度下週末，即係揸架車過嚟慳下啲有錢啦，食下飯啦，慳翻啲飯錢，平好多，真係平好多㗎。同埋呢一度咧做投資咧都可以考慮㗎。但係最緊要嗰樣咧，我就叫香港嘅朋友多啲過嚟體驗下先。咁最後啦，有啲咩想同觀眾講下咧？人生就有好多可能嘅。我以前就做警察，就保護市民。而家咧就做房產博主，咁就幫咗好多香港朋友咧過嚟灣區置業。咁喺呢個過程裏面，有好多朋友買咗樓之後都會同我講：喂，多謝晒你啊，羅賓，呢邊嘅生活真係好好啊！即係聽完啦，我自己都心喐喐啊！咁金灣府咧喺你心目中咧係一個點樣嘅存在咧？佢可能係一個選擇。佢呢一度咧係有優質嘅生活，有山有海有大陽台。呢一度唔係最貴，但係一定最值。